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迄天吼，我去电视台看到讲台长、制作人，啊，还有美术指导，还有导播、道区报警，大家齐做伙开会。因伫咧会啦，会讲要加开几落个新节目。我就赶紧甲制作人拖去边仔讲，当制作人，互我主持。你吩咐我主持，我绝对袂含苦。讲到即句含苦，咱社会定定咧听。国情今日甲你说明，这正日本话、台湾话。国情啊，讲好，啥物咧日本话、台湾话？对日本话学来外来语，含苦日本就写安尼，汉字写反抗这两字。啊，若日本的看啊，咱台语就照安尼伫咧发音。含苦就是啥？就是讲无应声、无应话，我会点点甲你接纳。毋只社会上吼，大家伫咧呛赌的时阵讲，啊要输赢要相拍，无要紧，我无咧含苦。哈哈，咱定定咧听含苦。今日国情就甲你说明讲，这对日本话学来。当然啦，国情讲安尼尔，制作人目头煞夹落去啦。意思敢若伫咧怀疑我的才情。我第二句较赞咯，我讲吼，你互我发挥一个，你交代我主持，我绝对吼足认真做。啊，毋若安尼吼，简简单单，几个节目道道一线，我拢有在条砍肉。讲到即句砍肉，这话咱日本话学来外来语，砍肉就是比赛的时阵，讲吼讲结果诞生。有法度拍赢，安尼叫做砍肉。日本话汉字写叫做完成。毋过咱照砍啊，日本的发音讲砍肉，砍肉起来对我来讲无啥问题。结果吼讲到这尔，制作人还袂出声啦，换台长厝我来啦。台长就甲国情啊背咧讲，国情啊，我甲你讲啦，你的才情到倒位我看现现啦。解文说理罔人吼，我来看你就一摆啊。即句一摆。原来日本话学来的台湾话外来语呢，一摆安那解说，那伫咧日本两种解说，一项就是讲已经食到饱，真饱甜啊，是讲饱通通，安尼叫做一摆。啊，第二项就是讲拄拄啊好，日本人原来讲一摆。咱台湾话咧讲，敢若后壁即项解说，意思讲拄拄啊好啦，无超过啦。台长头拄啊即句话就是讲，国情啊，你原来无外交啦。解文说理，互你罔人吼，你做会交文，你就爱阿弥陀佛啦，唔通搁想要做别个节目啦。你的能力到这就一摆啊啦。啊，当然，国情编辑的故事是讲俏谈。电视台台长制作人对我拢真照顾，真疼惜。啊，我是要借机会来讲，互朋友听讲，台语内底有足侪迄落对日本学来的外来语。咱日常对答伫咧讲，今日国情从源头吹出来，叫你互相探讨甲参考，咱才了解讲，台语的外来语真正真趣味，搁真艺术啊。